告会。那祷告会一开始呢，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要用一颗火热的心来赞美神。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拍手。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到海信息，天地不断升级，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我们将掌声献给神，我们将荣耀献给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信心不足的时候，来帮助，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是的，我们人的一生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会经历高山或低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凭借着信心来信靠神，顺服神。让我们继续来敬拜，来赞美神。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
告，我们要现在开口来邀请神进入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自己祷告。降临你的同在，降临，求你现在就降下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圣灵祷告当中与你相遇，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在就带领你的荣耀，带领你的恩典，带领你的光明，带领你的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祷告，恳求主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带来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调动万有，要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此时此刻。我们不要停留在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到你的面前，进一步来到至圣所，与你会议，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恳求你。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赞美，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高官萨卡同在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现况，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需要每时每刻你的同在。谢谢主，这个时刻我们邀请你在这边掌管、掌权。谢谢主。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得着自由，因为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荣耀的丰富，经历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最近我们在读的尼希米记的第2章。我们要来看18节，尼希米记的2章18节到20节，我们用华语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
无权、无纪念。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最近在读尼希米记，然后我们就从以斯拉，他配合我们在建造新堂，去新的礼拜堂，然后做这一些的安排，刚好读到，然后在献殿，然后呢，我们要从心灵的建造，有水的圣殿，但是若无心灵的起造。那这一些的圣殿都是只是一个建筑物，所以伫这中间，咱来看讲尼希米他如何认识到这位神，从听见、负担、哀哭、哭因为可能感觉伊无能力了，他没有能力带大家来重建，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哦。而且等会我有讲，之前是谁下令来做停止这一些建造的工程？是谁？还记得吗？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是谁？是他的老板对吧？有弟兄来问我说：“不是，你有讲唔对无？迄是亚达薛西王1世还是2世？”我说我查的是1世然后在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其实他跟以斯拉是大概差10几年差10几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他算第3批所罗巴伯第1批，以斯拉第2批，然后呢？尼希米第3批回来建造嘛，所以我们在看到尼希米他整个建造的工程当中我感觉他对上帝的认识除了他听见、他祷告，然后他认罪，然后他向王要去诉说他的需要的时候，咱看尼希米做一件代志，伊先跟上帝赖，对吧？先跟上帝赖我要去跟伊讲你嘛帮助我，你帮助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口，因为他可能了解说整个历史他的老板以前曾经听信这些小人的谗言，然后不是吗？这一群人不是都是常常背叛叛变吗？所以就停止那个工程然后当他要去他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弟兄姐妹，你觉得尼希米的纠正的职位重不重要？国王信不信任他？有信任无？要啉酒对吧？开玩笑，我若找一个无信任的他会毒死我对不对？所以他得到王的信任，但是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诉说他的需要、他的负担，所以就祈祷了，会去安怎？咱看对表情，会通看到一个人，他的什么喜怒哀乐。所以王就问他什么？你是安怎忧头甲面？表示你有事吗？有生病吗？尼希米说无啦，我无破病啦。然后顺势把他内心的负担、需求讲出来，多么聪明你知道吗？然后王后又插一脚，是要等于偌久要请多久？长假对不对？超过3个月因为回去就是要大概4个月对不对？光回去然后呢，那么久的时间，对不对？他祷告寻求。所以他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什么？牧师讲道曾讲过，至少3方面，他是怎么样？天上的上帝，这是上大呀。第2个，大而可畏的，伊是通敬畏的。第3个呢？记得吗？守约，施慈爱。来，咱搁讲一遍来，天上的上帝。表示他掌管万有。第2个，大而可畏的，他是
当配得敬畏了。第三，守约施慈爱，所以他认识到这位上帝是言出必行，讲会到呢，做会到的上帝啊，他不会唬我们呐。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所认识的上帝，所以他的大胆向这位上帝寻求。所以当他祷告要去面对亚达谢续王的时候，你知道透过这样的祷告，上帝掌管万有，激动王的心，然后把所需要的什么材料、木材、资源都给他，来去我的那个森林看你要做偌济去做，然后不只是这样，长途的旅行可能会有危险，但又派什么军官、骑兵、军队来护卫着他。还有一样，他向王拿什么？他知道以后会用得到，是什么？诏书啊，献祭啊，通行证啊，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何伦人参巴拉、多比亚、亚门人参比亚，多比亚，还有基善，这些人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的前途，或是他们所管辖的势力，他们不断的反对。这是到第2章，到第6章，牧师在准备了12月的迦南之声要在看到第6章的时候，他们还不放弃，就是没有戏，然后千方百计就是要把他骗出来，然后对付他好多的这一些的阴谋。我们看到上帝的手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他认识到这位神，他倚靠他寻求他祷告，甚至禁食祷告，然后呢认罪悔改，关他何事？应该不是他嘛？但是他站在就是好像跟大家在一起一样，他可以舒舒服服，他不用回去啊。但是他有那个负担嘛，所以他有那个负担了，他祈祷，然后呢求上帝来帮助他，因为靠他的一己之力，靠他家己的气力做会到未？靠牧师家己一个做会到未？做未到，所以他呼召大家得到资源了。第2章后面这边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我们起来建造吧，哇！所以他知道上帝如何帮助他，他也告诉大家说：你看多么困难，但是上帝这位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所明白上帝是这位无恶假的事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已经做到了。现在剩下什么？你们起来吧，一起来建造吧。所以尼希米他让见证今天演讲的见证嘛，他见证上帝施恩的手如何在听见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资源的之下，还有困难重重。其实真困难的中间，他说啥？上帝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他也能够帮助你。弟兄姐妹，上帝曾经帮助过我，他也能够帮助你。今天晚上，我相信你们见证，上帝曾经帮助你们，所以你们在这边见证，上帝也一样可以帮助其他的人。虽然还有这些人在嗤笑、在阻挡、在拦阻，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就会看到神的同在带来什么？给他智慧。后面第3章开始怎么样建造工程？牧师在这个礼拜已经有讲了，对不对？他如何去分配安排，让大家同心，而且不敢偷工减料，让大家能够同心建造，然后超过敌人的眼界。50几天，52天，竟然可以完成。当然不是每一段都是重新建造，有的是修造，有的是重新建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这边提醒我们，
如果你们不参与，你们甚至拦阻，最后是什么？你们在这个份上，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建造，在这样的一个荣耀里面，你们无份、无权、无纪念。今天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你的名字会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你的名字会记在得着荣耀冠冕的上。神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透过你我愿意底下来付出，即使是一个招待，即使是一个可能服侍者，不管你做什么都很重要。所以今天上帝透过我们领受的，你一定要诉说，你要诉说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今天尼西米他就是见证上帝如何使无变有，如何让他突破这些的困境，如何让他取得更多的资源，如何让他在未来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因为别人要控告他说你是要背叛皇帝吧，然后他拿出诏书、通行证或者是圣旨，你也看王知，所以王个给我，所以让他们怎样给嘴变嘴。所以今天神也要透过你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愿上帝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也愿上帝施恩的时候，上帝施恩的手嘛要甲你三甲同在，三甲来祈祷。现在比如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伫阮的中间来行奇妙的事，我会通伫遮来靠着助力，互阮的开达，阮凡事拢会。今仔透过这第六区的兄弟姊妹，因要来见证上帝你伫因生命中迄个奇妙的作为。愿上帝你来施恩祝福，帮助因，互因会通讲出上帝你伫因心中所做，超过人所想所求的。愿主伫这个时间分别做成，也祝福伫这的兄弟姊妹，互因会通伫这来。焦点放伫主，你安怎来行奇妙的事？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因为咱的区长真的身体欠安，但是今天还是来我很感动虽然有一些小的阻塞啦是不？算小中风有。但是他依然能够来到这边所以我们拍手为他鼓励好吗？特别是为励志长老励志长老来代祷了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劳苦重担的当中他依然与他的组长组员同在感谢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请嘉玲小组长我们的执事来见证上帝的恩典牧师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小组长要抛砖引玉。今天第6组抛出来的还是砖，没有引到玉。但是砖也很精彩。奈米级的见证就很有恩典了，不用太惊涛骇浪。承受不了。随着疫情其实很多人都确诊，身边有很多人。那其实确诊已经不是世界末日。那我心里想，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我没有家人，不会有同住的人可以来协助我。所以当我确诊的时候，那应该就会是麻烦别人的开始。所以呢。收集了，因为实在太多人确诊了，就收集了大家的情况，所以准备很多各种止咳润喉的也不能算药品啦，反正就是一些止咳化痰的。那芦荟汁拢传喝水，好，然后我心里想，隔离期间嘛，不能出去倒垃圾，所以呢，很多那种大的垃圾袋，我以前在那个。食材批发商工作，准备了很多那个什么红豆绿豆的那种袋子，我想，而且都做好分类。那
因为我社区有门禁，那别人不能进来，所以我也多准备了2个磁扣，让别人可以进来。果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准备得很充分。那果然，那在我知道确诊的时候，就开始当然一定要跟刚好我有值日，所以长职群组就先报备了，然后跟苏清长老讲，然后也按着我原来的超前部署，跟月英啊我的妈吉讲，我确诊了，看启动 A 计划启动。那月英就说：“安尼我都叫3顿给你送，不用那么麻烦别人。”我有跟苏清长老说，其实不用麻烦，帮我买一堆微波食品。我有微波炉，有烤箱，有电锅，只是没有瓦斯，所以生的东西不能拿来。那我有这些微波食品，我就可以1个礼拜不出门了。好，所以不用，都不需要什么东西。那苏清长老很辛苦。为了帮我送食物，还被警察拦下来。据线报，那我就想不可能啊，这个这么优雅的人，他又不会违规的，结果是因为骑太慢，在十字路口当中，警察跟他同时见证了灯号的转换，就被拦下来了，牺牲真的很大。那也感谢我的组员们，虽然我吃不下，但是他们还是会送东西来。那最感谢的是苏心长老，真的是大天使，知道我爱吃面，就预备了很多意大利面，有蒜香的，有焗烤的，而我有乳糖不耐症，一个是要活下去，另外一个是肚子痛，在隔离期间，那经人体实验证明，桂冠系列的那个意大利面里面的奶油是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那我还有就是我的组员，美江，应该改名叫竹珍，特别送了越南春卷，还有一些什么？我说我吃不下，你不用拿来，我没有胃口。有虾，有花枝，有鱼，你爱吃的，好。所以真的很感谢上帝，我的组员知道我爱吃什么，可是想想我还不知道他们爱吃什么。那在隔离期间，其实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可以好好的看书，可以好好的休息，那可以好好的来祷告。所以在我确诊期间，反而有说不出来莫名的幸福。有不同的组员月英，还有慈雅礼拜6去加班，然后呢还排队去买烤馒头。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家人在身边，但是我享受不同的爱，很感谢这些我户籍以外的家人。那更感谢的是大事小事都看顾的主，把一切荣耀归给奇妙的神，谢谢。好，咱过来要请廖伯来见证，伊讲伊足紧张的啦，咱拍鼓啊，甲鼓励一下吼。来，多谢，感谢。伫即个年纪吼，来参加德福。嘛会安尼伫遮来认捌上帝。过去咱感觉讲要信主无简单，愈来愈老的，愈资深的要信主无简单。后来我觉得我常常跟同工分享，那是谎言，那是白贼。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谎言，讲无可能啦，要按信主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见证你洗礼前几岁？你还会记袂？3年多。是87岁，所以3年多是走84岁，对不对？好，咱将时间交廖万兴兄弟来。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特别是六区区长，我甲你无熟悉，但是请保重。迄个基督教，我正式的基督徒，我为什么会来到遮嘉南？我的第一个介绍就是，伊今日无来。迄个黄秋菊，黄太子，伊来先，我毋知要行倒条路，毋知，就是黄秋菊带着我来嘉南，然后熟悉李丽卿。李丽卿吼，对我这个老人吼真关心，什么代志，伊若会当做，伊就甲我做啊，互我足欢喜的。以前我的脾气无通好，甲我的囝，甲我的查某囝，拢敢若无熟识的安尼。了后，上帝派一个小天使，就是这位李丽卿，伊帮我解决其他的代志，吼。所以以前我是敢若黑白安尼啦，人生拢黑白啦，自来到我入来3年外来到嘉南的时，我就变彩色的，足欢喜的，足感动上帝，甲我帮助，叫我来嘉南，感谢主，感谢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请迄个甲我辅导我，帮我迄个李丽卿帮我，补充一下，我所讲袂到的，请伊甲我补充一下。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帮助廖爸，因为我们都之前只是参加德福，在德福里面看到的都是长辈，那长辈们大家在一起，能够在我们嘉南这里得到一个温馨一个环境，团体里面大家都很互相的关怀，不像一般的外面老人跟他老人，谁在引起倒位啊？阮伫这个德福内底看到的，拢是安尼，大家安尼快快乐乐。所以廖爸黄太子伊甲介绍来了又认识我，迄当阵我拢做志工，拢嘛甲因斗关心者。从这样开始，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组里面感受到那种关爱到。尤其是廖爸拄仔会感受着讲，伊进前伫外口拢是黑白，来到嘉南为啥变做彩色？因为伊当阵感觉人生啦真黑暗共款。伊出去外口虽然大家讲廖爸爸，但是他没有心灵，无迄个心灵中的感觉讲会当得到讲心灵的迄个温暖。来到咱的教会基督内底，尤其是能够看到伊来受洗礼，迄种感受着，慢慢拢会使感受着。所以讲，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讲，伊进前伊后生伊的查某囝，有种种代志袂当，甲伊当安尼足亲切的，尤其两个爸母甲后生敢若见着甲冤仇人，我是有甲深深了解了后，怎样甲因后生查某囝约见面。约见面了后，毋是讲咱办偌济、开偌济，拢毋免，互伊会当见面，就是一个福音共款。上帝互阮呢，会当感受到共款讲，互伊会当安尼甲因后生查某囝，拢会使变做体谅啊、解说啊，包括即边因查某囝嘛甲邀请伊会当去甲伊做伙食一个除夕饭。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会当互廖爸爸来到遮是快乐的，所以拄仔讲，人生变做一张彩色，吼，伫遮会使赞美主啦，上帝互我的，感谢。感谢主哦。耶稣来就是要创啥？要做好好的工作，对无？互人甲上帝，互人甲人和睦啦，吼。所以当做伙吼食吼除夕吼，这是一个团圆啦吼。感谢主吼，因为主改变咱的人生吼。过来咱的俊宏兄吼，吼，若要讲嘛，拢足精彩啦吼。咱来透过伊安怎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吼，咱。开始我褪口罩吼。好啦，你褪口罩啦。刚口。开始啊，因为本来我袂紧张，结果廖大哥说他很紧张，结果我跟着紧张。所以来这边我看到那个，大家都知道我跟洪满在教会认识的哈，刚好我的梅兰公今日有来，所以我跟梅兰公说谢谢您啊，因为我跟洪满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那凤交跟孙正长老介绍，所以我跟洪满在这边就是2年的恋爱。那时候他在头城教会，那我上次有讲过，为了追求恋爱，我每个礼拜六晚上都要9万18拐到宜兰头城去跟他做礼拜天的聚会，然后礼拜天下午我又赶回来哦，很感恩哈，终于修成正果哈。那我想再分享几个事项的是讲，我今年6月从台湾从大陆回到台湾。那回来休息这半年当中呢，本来想说好好休息，结果呢没有休息到。为什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救生员，我是游泳教练，结果我6月份回来很忙，早上要忙游泳池，下午要忙社区，礼拜六要教学生，礼拜六礼拜天下午又有社区泳池，所以反正我发现到台湾也蛮好玩的，赚的钱不会比大陆少。我觉得很多时候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可以分享到很多。那我想说这半年当中。虽然有甘湖堂，我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0点半回来，但是每到月底数钞票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洪满，你看就这一叠，也不多，10万块尔。所以有时候觉得你的辛苦跟付出，有时候未必会成一个正面的一个回报。虽然说很累，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跟洪满从结婚第1年开始，我就去大陆上班了，所以1年大概回来4次，聚少离多。那我很感恩洪满在家里面照顾得很好，那一切都弄得不错，也很感恩。那另外回来台湾这当中，有2个小 trouble 让我有点伤感。我想我们讲过程不讲重点。第一个是，我为了参加考试，我很认真的3个月，结果我考试没有过关，我也很难过。那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努力不够。那第二个就是简单讲一下，刚好教会。logo 的设计我也很认真做，那我的观念很简单，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是我的荣幸，所以我认真的2个礼拜时间朝思暮想去思考，结果最后虽然不尽人意，我想一个原则，我们选择刚才那个第一首歌唱的顺服。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时候，我们宁愿选择相信，我们宁愿选择去释怀，把心胸去放开。我想，如果今天以我的个性在大陆这么多年来讲，我绝对不会妥协。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你要选择相信顺服，你要把你的心放下，这是很感恩。因为我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懂得去放下。那这当中呢，我会觉得对洪满很抱歉，是因为反正洪满的这个事情造成洪满一点困扰。
那我跟红马说不，对不起，造成你的困扰。红马反过来安慰我说没关系，上帝自有公断。很多时候我们决定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人的行为思考能够决定事情的一个对错。所以红马反而安慰我，我很高兴。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想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反而我们对事情的处理不像佛教徒一样。我今天可能佛教遇到我哪衰我神可能拜我搞，我爱个去添烟，还是爱给你找另外一间更较厉害的庙来拜。那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只要祷告，选择放下，选择把心中的仇恨慢慢去调整。你说我不难过，我一定会有的。毕竟2个礼拜，结果讲了我做一王阿伯，但是呢，我选择一天的难过，隔天我找牧师去聊一聊，希望把事情化解掉。所以很高兴跟牧师侃谈之后，我选择去释怀。这个是要跟大家做因为一个挫折，我时常跟红满讲，红满你看，我来8年，我拔多2届，第一届看 logo 的设计，第2届是啥？我要去教学生游泳的时候，我的钥匙被红满拿走了，海外没有办法去上课。我说红满，我这辈子拔多2届，有一次是你造成的。当然是半开玩笑，我觉得有时候夫妻当中就是要互相去体谅，互相去扶持。也许我低潮的时候，他安慰我；有时候他也会谈谈工作上的抱怨有时候服事上很累很辛苦小组的带领缺失，种种我都会跟他互相勉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是祷告，我们选择幸福。那我想这个是第2个要跟大家分享。第3个分享是因为我在教会当中有经历过很多的会友的一个死亡，包括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我们的阿公阿嬷都过世了。那从小我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发现到死亡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不恐怖，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跳脱。那因为我们接触多，所以我们觉得看到死亡，觉得感谢上帝，他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享永远的安乐。如果是佛教，可能信仰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很感恩，是因为最近听到因为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刚好认识伟峰庐山。所以伟峰的妈妈对我也很好，所以听到他的死亡，我也很难过。我想说，人生就这样子，28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有一天，当我也躺在那边的时候，你们想过，你是选择面对呢，还是我的灵魂得救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从小时候怕死到30岁、50岁不怕死，到70、80岁等死，到90岁之后，我死得很开心。这个是人的心态转变，必须我们要去面对的。我想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个功课再最后一个3、4秒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有一堂公民课，那做什么呢？公民课带我们到坟墓去，那每个人在坟墓旁边这边是王阿伯，我们底下卡7分钟，然后大家默哀。那老师告诉我说，以后这就是你们最后安息的地方。1分钟想想，人生就这样生老病死。然后呢，我们到那个基督教医院去看那个婴儿的出生，我们在门口看婴儿哇哇落地，所以那一台公民课让我体会很深。从你的出生到你的入死，人生就一个过程。那当然结局不重要，重要在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收获，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感受，这才是我们要去追求一个生命的一个正义。那很感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对死不可怕。我们期待的是以后我们大家都在天上永远的相聚，跟我们的亲人家人在一起。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得到永远的安乐，得到永远最终的永生，这是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好，谢谢。谢谢。俊宏做了上有智慧的选择就是离开习近平回到台湾跟妻儿相聚其实人转的全世界没有了妻儿你会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是可以陪伴我们所以俊宏做了真有智慧的选择，对不？好满，对了OK。好，那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我们要请林淑莲姐妹来分享她生命的经历。牧师中职各位姊妹平安。平安。
我先献个感恩，因为医生宣布我淋巴癌应该再犯的几率可以排除，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代祷。那我本来因为这是多年累积下来的见证，那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成名过，但是在57周年那一天，想到那一天我就很感恩，又想掉泪。那一天圣灵极深的安慰跟鼓励我，然后要我出来做见证，所以我勇敢出来做见证。很多人都知道我多年前跳票，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我是为什么跳票。我是被倒会，然后把钱借给别人，所以我才倒会。那其实这个倒会对我来说，因为我有一个个性，就是说我小时候，因为我虽然是养女，但是我哥哥他们很疼我，我只要遇到事情，我躲到背后去，就有人会帮我，所以我有那种甩锅的心态。但是我信了耶稣，我在那时候我经历神很大的鼓励跟恩惠，他让我能得以坚强。因着这件事情，我得以坚强面对。我也感谢当时廖长老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代祷。而后发生了，就是我先生的姐姐，她倒了会，但是却欺骗又帮我拿汇钱。我先生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情，他还是老树，但是他后来到我家。他那老树还另外开票给他，又给他生活费，但是他又到我们家，他只说他还一半，那我先生会很不舍，没有回应他，他好凶哦，他很凶，他就说啊不被安啦，就很凶的口气，连我都看不下去。从那时候开始，我先生变成一个不饶恕的人。在这过程当中，主给我一个影像。看见就是我先生的姐姐，我坐在床头，其实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开始就宣告，我就宣告说主，你必让他们和好，我就一直感恩祷告。那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我先生还会在愤怒当中，只要听到他们的消息，他就发飙。那在这过程这个里面，后来又发生一件事，就是我先生的。养的哥哥，他不是亲生的，但是他却因为他已经将我婆婆给他们的土地都已经完全的被高利贷拍卖掉，那后来他又跟高利贷借钱9分利，根本他没有办法偿还。那高利贷教他一个方式，就是用我老公的名字背书，我们都不知情。之后，我们隔壁邻居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他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他欲言又止，他意思是说他怕以后被埋怨。然后我只跟他讲一句，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说，你做好心，上帝绝对会祝福你。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后来才跟我，他才讲，我的土地，他说。我老公叫潘生，因拢叫阿姨啊。阿姨啊，土地人恁养呢，迄个法院要来拍卖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第一件事情，我到主的面前祷告，主跟我说祝福。我心里想的是要祝福他们，所以我感谢主要祝福他们。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后来我们透过律师拦阻。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抗辩，法院有发那个通知，25天内要抗辩，因为人没有住在竹山，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法院变得要查封我们的土地去拍卖。那因着这样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请律师处理。但在律师处理当中，我先生就有一天，就是已经开庭日子确定了。因为他伪造文书，最少是7年的刑。
然后我先生在我们接到之后的前1个礼拜，我先生就问我说要不要帮他还钱。其实说真的，我不是很愿意，因为我们当时的钱存的钱有没有，根本就不够帮他还。但是我还是祷告，我就说主啊，这都是你的心意，就求主你自己成就。那之后，我老公就找我小孩，我们5个人，2票没意见，3票同意，所以我们帮他还。那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亲戚很多人为我们睡不着，因为他担心我们。那因为我们钱不够，我先生又不愿意向他姐姐他们开口，让他哥哥为难，所以我们向外，我们有向人借，有利息比较低的啦。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是神很恩待，也让我们公司本来都没有加班，然后变得都加班，而我现在就是努力赚钱，很快的我们钱还完。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神很恩待，神透过我告诉我先生2句话，就让我先生全部的饶恕。我就告诉他，就是我婆婆留下来的遗言，兄弟姊妹爱和好。因着这样，我先生就渐渐愿意。然后他姐姐，神又加给一句话，他就说他以前对我婆婆非常好。这样我先生就，其实我相信神的话语一出，他带着能力与医治。不是那句话的意义，而是神的医治跟修复在其中，所以我先生得以饶恕。而神真的很奇妙的恩典，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买了房，最后还完其实我们只有自备款，以我先生跟我的个性，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备款就去买房子，但是神却让我们看的就是比市价还低，又在市中心，差很多，最少少了100-200万的价值的买了一块房子。那买房子其实后来刚好就是味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味全当时因为油的缘故，因为我现在在味全公司至今已经37年多了，那所以他在味全这个职务。已经，我们当时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担心说我老公失去工作，而是求主掌公平。我们跟主祷告的是说，主他若是有不法，味全牛奶若是有不法，就求主让他倒了，让他消失；若是真的是，就求主给他公义。说起来很奇妙，后来大家拒买运动之后，在那个期间，公司怕人员流失。所以他用补贴的方式，还有加奖金。我们在那里，感谢主，我们房贷完全还清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神是祝福的神。而在这当中，我也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熬炼里面他不断的来医治跟鼓励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以饶恕；因着耶稣，看见人的和好；因着耶稣，我们能力来见证他的恩惠。我也要谢谢，其实。理事长，我也要感谢他，也要埋怨他。我当时在努力赚钱的时候，他都打电话叫我参加小组，我没跟他说什么事，但是我心里觉得，因为还要去请假，每一次我就先祷告，可以让我请假成功，感谢主，每一次都成功，所以我也要谢谢理事长老的尽职尽忠，我的成长他也有份，谢谢大家。好，感谢主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了哈。我们顺服就蒙福，饶恕神就饶恕我们。感谢主，透过弟兄姐妹他们在生命当中不管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却让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在经历他可能。别人看是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这位神是属无变有，是
没有难成的事哈。我们再一次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啊！过来，来。牧师，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要讲的就是这2、3年来，受病痛捆绑的很辛苦。就是感谢我们教会有牧师的团队、牧者团队、同工、弟兄姊妹日夜的带导，让我能够撑得下来。感谢主，感谢大家。我这病痛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还是一直都检查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太太自然节重病要照顾她，压力太大，体力透支，或是年纪增长还有关系？但问题是，今年6月自然节蒙主恩召了。我的病情却没有减轻，而倍本加厉，每况愈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夫妻是上帝所促成的、所拣选的，把2人合为一体，突然失去，会很不自在。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互相勉励。夫妻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你直到失去了才知道有多痛，真的很痛很痛。经过在这样的一直的检查，生病看一些大医院、小医院、诊所的跑遍遍，病情都没有什么好转。找不出真正的病，是不是体内还有什么隐藏的症状没有检查出来？所以我在这次见证会之前的大概10天，就每天的祷告，求神让我在今天能够为主做见证，见证主已经医治了我。但是，就在这个主日的晚上，吃晚饭以后，去运动公园做运动，走路做运动，突然整个身体一直向左倾斜，就是停止不动，站着的时候也一直要往左边跌倒的样子。第2天赶快去找本会的知名的整骨治疗师，他看了以后说不对劲，脊椎骨不应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你要去大医院做彻底检查。还有弟兄姐妹也一直催促，所以就连夜去布桃急诊，做一连串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但是也是查不出什么原因。最后呢，主治医师说，那就要做 MRI 核磁共振，但是布桃3更半夜没有，因为第2天8点以后才有，一直就在急诊室里面待了一整个晚上，到第2天，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才检查到，就检查出来，终于检查出来的原因，是呢，脑血管阻塞，就是有小中风，有新的阻塞，有旧的阻塞。我想，神就是要透过这个，终于找到，是不是终于找到身体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原因？如果从这里彻底去针对去治疗，
并就能够得到医治。虽然这当中很多的折磨，但是我还是现场感恩，因为透过这样的反转，能够得到正确的医治，希望能够渐入佳境，越来越好，并能够得到医治。感谢主，感谢主。最后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可以非常的很清楚、很贴切的来表明，神对我们的恩典是无所不在，是随处都会发生的。可以对。OK， 在诗篇的第4章第4篇的7节到8节这样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阿门，谢谢。我要请大家一起站立为他的仆人立志长老求主医治的大能，今晚来同道也脑血管他还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好不好？举起来手，我们同心来为立志长老来祷告。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主耶稣，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前，特别为着立志长老来祈祷，伊忠心伫你面前。虽然世上有苦难有重大，但主你讲，伫你有平安。虽然伫患难中间，伊有愿我可主，靠着你所加添，互伊开来，奉耶稣的名来捆绑这个踢害伊的脑。而且血管的奉耶稣的名，你的保护来牵起伫遮通透，你医治的大决定，只是着临到伫伊的身上。因为神的人要有生涯技术，甲伊三个同在，坚固伊的信心。主恳求你，这是医治的权能充满通透，互伊的脑部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这个踢界，这个踢掉的，拢伫遮来通透。愿主你甲伊三个同在，互伊心灵会当勇行，互伊灵魂体会当形成。伊要继续来跑走伫你所为着备办的稳定的道路。失去伊有最艰苦，但是伊有主耶稣，伊会通永远满足。愿主你甲伊三个同在，所以甲伊两个细囝会通伫这中间三夫妻。愿主你来纪念伊过去所做的工，来仰仗伊，互伊继续伫遮，因为有主你的同在，你的陪伴，所以不孤单。愿主你来安慰你的夫妻，靠帮伊，互伊会通能得到自由。愿奉你的名伫遮来为着伊来做祈祷，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来应允阮所恳求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Amen。
咱继续来到主的面前咱来为着到请坐请坐。在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我还有未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首先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为信徒灵命更新稳定祷告，单独会主，也要为各牧区小组的牧养来代祷，要为同心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来祷告。我们要为新堂宣教中心使用与设备的运作来代祷，也要为大有及清溪国中社团的服事来代祷，要为12月有各项圣诞关怀活动的以及见证来祷告。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现在这里是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能让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同心合一的来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工作及服事要有果效，全在乎圣灵与神的大能。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渴慕来追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天天读经祷告，单独会主，追求自我灵命的成长。我们也求神兴起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让大家不间断的聚会，乐于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小或年纪大，只要装备好自己，就能随时为主使用。谢谢主你的带领，让我们有33号的新会堂，我们要献上最好的给你。求主你赐予同工们有智慧，能让新堂成为桃园的宣教中心，成为桃园发光发热的地方。我们也要为大有国中及清溪国中社团的服事来摆上，求神带领，让福音有这个机会呢进入校园。我们要感动老师以及孩子们，我们也要为了12月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各项的关怀活动来代祷。圣诞节不单单只是商人利用的节日，我们是要透过各种活动，把耶稣诞生的喜乐和意义真实的传达出去。求神赐下你的同在和恩膏，在每一个事工当中，让我们得着你的启示和智慧，让每个同工在各个岗位上各尽其职，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要
为福音朋友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要首先要为使用生命册来设立对象，也要为福音朋友有柔软的心，来能领受圣灵的感动来代祷。我们要为心中有上帝的爱来充满，要斥责魔鬼撒旦的影响力离开他们的灵魂体。我们要为有机会决志成为上帝的儿女来代祷，为受邀的慕道友能出席各项聚会，包括圣诞节的节庆活动来代祷。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主耶稣，你来苏醒我们的灵。主啊，我们常常会有眼睛被蒙蔽，心里不清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鱼在哪里。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把这个主你所给的那个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主耶稣，我们也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说出合一的话语，让为主的缘故来传福音，使更多的人主我能够听到主你所要为他们预备的好处。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主你的爱，充满在这个所有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所设定的对象，主耶稣，你就亲自来。虽然我们口舌笨拙，但是我们相信你加给我们的。我们凡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能够成就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也恳求主你来。主耶稣，你与我们每一个慕道友同在，不管是慕道友或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主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斥责那不属神的，那些不属神的，主啊，你都要斥责那些不属神的离开我们。离开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要大大的充满你的福音，你的爱要大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耶稣，你也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神的仆人，来带领更多的人，来为主你的缘故来服侍，来带领更多人成为主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也能够为许许多多的慕道友，能够带领他们
能够带领他们来出席各种的活动。主耶稣，你给我们的爱，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顺服领受。主啊，你加添我们力量的。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都要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也顺服在主里面，带领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慕道友来到主人的面前，同享福乐。主耶稣，我们将感谢赞美，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再来，我们要为新年度的事工计划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首先，我们要为新年度意向的与目标，就是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来代祷，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一起来宣告明年度的意向与目标：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我们要为各部的事工的规划与人员安排来代祷，也要为各牧区小组事工的规划与牧养来代祷，要为社区事工的总体规划与牧区的搭配，一起赢得灵魂来代祷，好不好？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我们有代祷的权柄，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向你呼求，来向你倾心吐意。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主，我们要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要规划合你心意的事工。代收的庄稼太多，禾场太大，在我们来看，我们做不到。主，但感谢主，有你与我们同在。求主把建造教会的蓝图显明在牧者团队的心里。主，把你的心意显明在长子同工的心里。主，我们要向你来祈求，让牧者团队在主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领受从你而来的意象，让各部长职、各牧区的同工、区长、小组长彼此谦卑顺服合一，让同工们有充分的时间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长存敬畏的心和祷告，活泼祷告的灵。也求主来赐福长职同工、牧区区长、小组长有和睦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工作。
愿神的爱天天眺望、鼓励这些在你面前誓约要忠心服侍你的同工们，使迦南的牧者团队、长职、区长、小组长在服侍更有意向，也与牧者齐心，来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规划合你心意的事工，建立荣耀的教会，使我主心意得以满足。谢谢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现在要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上站立，我们要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常若地向你呼吁。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常若地向你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是的，主，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是的，哈利路亚，主，愿你的荣耀从天降荣下来。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带我进入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是的，主，我们渴慕你的爱，你的同在。我们不只停留在现在，我们要进入到
神你为我们预备的命定、预备的恩典、预备的丰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站立，我们来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进入到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我们要进入到祷告，我们就是一无挂虑，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主权在神。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祝福，赐福是在神。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特别过来连续有3场的婚礼我们为他们来祝福12月3号张毅、黄秀英姐妹12月10号吴荣恩跟何雅乔，那12月17是王威达跟杨玉欣姐妹要在我们教会结婚愿主来赐福有另一半的是家庭是没有信主了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祝福那我们也继续为了年老体弱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特别秀兰姐冰秀兰姐妹她又要洗肾哇，又刚装支架那为了这些正在跟癌症搏斗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医治的大能，让他们在可能做疗程或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素人所见证的，神的医治也临到在他们的身上那为这些病痛最近也是天气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保守那围脖也要围着特别是在夜晚在睡觉的时候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特别最近有这些脑中风的这一些的症状我们恳求主来医治来帮助。那特别为失去亲人的哀伤主来安慰特别为刘牧师他失去了母亲的这样的哀伤求主来安慰。也在星期一这个月珠姐妹廖军长老娘也蒙主恩召，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他们在哀伤的当中主来安慰来扶起那我们我们这一排第一排我们为的这些家有失丧者我们这2排我们就来为这些病痛的特别是有一些脑血管阻塞的那恳求主来医治那我们这个为癌症的好吧，这一排为癌症的然后这一排为着年老体弱，那前面这一边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要结婚的、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这些年轻人，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恳求主医治的大能来赐福，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神的爱、神的医治、神的大能，神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些病痛的挑战。奉耶稣名，主来祝福，也安慰那失去亲人的哀伤。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来医治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痛在哪里，我们的哀伤在哪里。主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在哪里？奉主的名里，医治的大能就与他们同在。主啊，特别是为了这些年轻人，他们要建立一个他们的家庭。主啊，赐给他们有神你的同在，你的爱维系了在他们不管是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交往，主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婚姻里面，求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为了这些年老体弱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身体渐渐衰老，但是我们灵渐渐与你来更亲密、更契合。
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抗癌的过程当中，给他们足够的耐心、体力，来帮助他们胜过这些的疾病。主啊，我们特别为这些的病痛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最近有些脑中风的，做奉主的名捆绑这些众恶灵离开弟兄姐妹。主，你医治的大能就与他们同在，介面啥同在，通透因的心血管。主，阮将因交伫你手中。主，阮也为着这个失丧亲人的这个兄弟姊妹，特别阮知影伫失去的中间，迄款的心内艰苦，主啊，只有你知，只有你会通安慰因。主，阮特别为着廖文长老因全家，特别伊失去伊的牵手，迄款的真大的哀伤，只有你会通伫遮来安慰。主，阮只会通陪伴，总是会通透放安慰的是主你。主啊，阮也奉你名来恳求你来安慰老牧师伊失去伊的老母迄款的哀伤。主啊，因的家族恳求你来帮助，你来扶持。主，阮奉你名来祝福，互阮的兄弟姊妹，伫迄个困难，伫迄个病痛，特别伫迄个面对癌症遐的医疗疗程。主啊，阮知影迄是足无简单，阁有真多的艰苦。总是主啊，你甲面相同在，互因个苦会起，互因会通因为靠主你，互因的快乐，因会通伫来担当，甚至能赢过这个病痛的束缚。主，阮奉你名恳求你来祝福这个年纪渐渐咧衰老，总是阮的心灵也渐渐阁较甲主你来亲近的这个兄弟姊妹，奉你名来祝福，互因的心灵会通勇敢。特别也奉你名恳求你来祝福，互这个要建立家庭的这个青年人，因为有主你的同在，你的疼来联系，伫遮来保守因的婚姻生活。愿主你来祝福，今日阮伫遮来同心祈祷，愿主你听阮的祈祷，也奉你名来祝福在场的兄弟姊妹，若有病痛的，主你医治的权能就介因相同在，有因需要的，主你是供应到野阁有剩的上帝。主啊，你也保守看顾阮，行伫主你的恩典的内底。愿主你来施恩祝福，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做伙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主的恩典来，手招来。神的子民，合一群心，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心，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
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你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所在，在地里要亲就在天里。靠耶稣基督名来宣告，在地里要亲就在天里。主听阮在你面前当心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妹，咱彼此伫遮来祝福，愿上帝平安甲恁三个同在，请坐。